好，来继续来看立法院三读通过纾困条例修正案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感谢朝野立委的支持，高达2100亿的预算要安怎来使用呢？苏院长专工开记者会，阁举一支这个浪球棍向社会大众来说明，讲大约有1000亿是要用伫个现金的纾困，而且有将近80万的现金，嘛已经发予中低收入户甲职业家属咯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举一支动球的球锤，亲身主持纾困的记者会。我们特别感谢立法院在昨天通过了特别条例的修正案。因为疫情一直发展，相关的纾困经费要搁追加，立法院伫昨三读通过纾困条例修正案，相关会使编4200亿。苏贞昌特别表示感谢，嘛带来好消息。总的来说，大概有90万人已经现金入账，这就是我们的纾困。上届实际现金的补助已经有真个民众摕到啊，中介收入户发放的是每个月1500块，有3个月，已经伫昨入校，总共照顾到71万人，10万名计程车、游览车驾驶的1万块补助金，嘛已经入去58000人的口座案，也有几百万的自营业者一摆发3万块。受影响的产业员工补助的4成薪水嘛，将伫这礼拜陆续发放。有关未来提振经济库碰管，敢会继续做？苏贞昌冇答复。这个随着这个疫情跟随着各界提出来的宝贵意见，我相信经济部都会有相关的规划，经济部会持续收集各方的意见，未来补助提振经济拢会做伙做。